继续来看花莲万里溪野溪温泉，不时都有义布仔车直接就驶入去河床，刺打探险。一来危险，二来刚占河边的农路来停车，是互当地太鲁阁的族人是真生气，因为去妨害到因的出入甲建造。乡公所讲会阁开会来找出着解决的办法，他来降低在地人甲游客冲突。白色义布仔车驶入去溪坡后壁对一台红色的，冲两三摆才爬起哩。这冒险拢是想要去看野溪温泉，淹过一个无细人。老爷啊！因为沙石真松软，规台车全咧淹过，连要甲解救的车嘛同款，险险啊发生意外。花莲万里溪野溪温泉就伫林田山林场附近，有真侪爱浸野溪温泉的人会来，不过车驶入去会去伤到生态，佫危险。无大驶入溪坡的车，就拢停伫路边啊，就算有菜警示牌啊，同款的唔听可劝，附近的族人出入真无方便。整个河川的管制是权责范围在谁？其实我本人也在中南会上面向乡长代表会去澄清，说部落族人有这个疑虑，洽林务局等相关单位来协助。因为这个管理权真复杂，分别属于万应乡公所、水保局甲林管处，要怎伫生态保育甲民众游乐之间达到一个平衡，同时嘛确保当地头一个族人生活袂互因搅扰到。乡公所会个积极去联系，收集各方意见，再过来讨论，避免冲突甲意外个发生。